咁大家好啦，我就係黃俊啦，我就係基新工業中學嘅學生嚟嘅，因為我就係96年入學啦，咁就去到03年就畢業嘅。咁我而家就係香港科技大學語文教育中心嘅英語嘅講師。咁我記得咧，其實喺基新7年嘅時間入邊，除咗好專注學習啦，呢個當然大家都知係好重要㗎。咁更多嘅係一啲課外可以做到嘅活動啦。因為我其實呢當年7年啦，令到我好唔同嘅，例如可能中意參加個福音營，中4嗰陣時仇姑娘啦、領袖生營啊、一啲活動嘅營啊，或者係中6嗰陣時第一個 NET teacher Mr. Granham， 佢第一次帶咗我哋去港島同其他嘅學校。國際學校啊，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係英基嚟嘅，就去做一個英語嘅辯論比賽，仲有啦歌唱比賽啦，歌唱比賽好開心啊！朱 Sir 當年就喺度教你點樣唱歌喺樓下，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我都好感恩呢間學校唔係一間只係 focus 喺學術學業，而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令我喺入邊度得到好多知識以外嘅嘢。基新呢7年咧，其實要感謝嘅人好多，我嘅同學啦，我嘅老師啦，好多都係造就咗今日點解我會成為咗一個咁樣款嘅大學老師啊！因為好多嘢都係喺我而家中學嘅時候經歷嘅老師佢哋嘅教學而成就咗今日嘅我。即係好記得嘅第一個就係蘇浩英老師啦，蘇浩英老師好中意笑學生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好關愛學生啦。邱世美老師啦，我中一嘅班主任啦，非常之關愛我啦。咁亦都有孔慧明老師啦，孔慧明老師係非常之風趣啊，係一個會喺課室度為咗教中文而係扮放風箏嘅老師啦。有更多嘅老師，我記得洪國玲老師啦，生物科嘅老師啦。當年啊，我就係唔小心走咗一堂深亞嘅堂，特登打嚟鬧我，鬧完之後跟住就話我對你好有期望啊。我諗好多唔同嘅方法嘅鼓勵，令到我成為咗一個都幾唔同嘅老師。因為喺基新，我覺得同出邊嘅老師好唔同嘅就係喺基新教書嘅老師都必須要好有愛對住學生，因為可能大部分我哋呢啲學生嚟講，我哋都唔係傳統最 top 最尖子嘅狀元，好多時候學習上係有好多嘅困難，而呢啲困難係不能只係話我教你呢樣嘢就可以解決，更多時候係需要真心地令到個學生覺得你係受愛護，你先至會可以打開到佢哋嘅心，去令到佢哋嘗試改變自己。所以呢一個係我覺得好感恩遇到呢一度每一位嘅老師。最後一樣嘢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下10年後翻嚟啊！若果你睇到呢段片，你試下10年後翻嚟，睇下會唔會到時嘅感覺好唔同？因為我覺得若果可以每個人睇完呢一段片，你可能啱啱畢業，你10年後翻嚟，你可能可以有一個咁唔同嘅體驗分享翻俾大家聽。